Hello，又係我美聯物業 Ivan 啊！今日想介紹一個新葵芳花園一個好實用但係好抵買嘅單位，一齊嚟睇下佢點樣抵啊！先介紹下個單位先，單位一入門口做咗個櫃，鞋櫃，另過面就係廚房，廚房全櫃都有齊晒㗎，簡約裝修，睇下個廳。飯廳都寬敞，另外嗰邊睇下個客廳好大喎。埋廳左手邊嘅街景，係啦，哇！今日好好天啊！轉頭望多次個廳先，好大好開揚。睇下其中一間房啦，好實用啊，好大啊，我覺得。睇埋另一間房。喺另一個角度出去睇一睇啦，睇埋洗手間，單位價錢一啲都唔進取，仲好抵添。大家有興趣嘅可以揾返我美聯物業 Ivan 啊，拜拜。